我想我有時候會阿 Q 精神一下哈，就是說自己安慰自己哈，多大的問題，睡醒了就是另外一個好的一天了。所以到末風來就會解決的，好睡一覺。總會一定解決的，一定會解決的。但是你都睡得着嗎？會不會有睡不着？我是睡得非常好的。剛才你提帶案斗，你要帶多少人？現在做帶多少人呢？哦，你整個檳城州首席部長的職位，公務員應該大概一萬人吧，1萬左右吧，不會太多的。哇，不會太多嗎？那你領導？但是這個公共體制都是一級管一級吧，當然，所以我們上層就是管上層幾十人。不過你還可以老大，你是大 boss。那你領導你青春司嘛？給要有責任感吧，要有責任感，就是時時要交代你到底做了什麼，有什麼成果。不要靜靜的，就是我們希望有雙向多向的交流哈，來跟進不是你個人的責任而已，是團隊的整體的表現。所以我是希望時時刻刻都有這種雙向或者多方向的這個交流啊。就很可以授權，不過大家要講下你做了什麼，哈，莫點點可以去做。啊，不過吼，我有看到伊在報道，如係先前有媒體訪問 YB， 然後問你這8年任期，你給自己政績打幾分？你打很低耶，打75分。哦，蠻高了。你覺得高嗎？應該不需要，因為人民也不希望你打，你給自己100分是。那個不是高分，那個是過分。過分哦，就是說，就是配合我的處事的態度吧。就是75也是很高的。就是我感覺75的意思就是，可能很多人也可能不同意了。啊，沒這麼高了。總係會有點唔滿意，哈，不過我盡力做，我盡力做到我能做的。剛過75是這個意思，然後都會保持一個中庸。不過就像我來頭頭，唔知家下可能唔前溜，我有看過YB 你接受網紅的採訪，然後那個形式是非常之輕鬆，而且那個網紅的tempo 其實很特別，他常常會有很冷的時候，但現在網紅就是這樣嘛，冷就讓他冷，對不對？就會有一個奇怪的效果。你可以接受這種我的花名是冷面笑匠，真的嗎？冷面笑匠，你Google一下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就我也是冷幽默的，有機會我也是會展示。像剛剛那個不是高分是過分，不時常看到的一面吧。是嗎？會嗎？所以剛好那個網紅可能反而他來問我，反而他要打我，本來我要打他，變成他要打我。